嗱，如果我哋廣州市荔灣區嘅民間金融街自設立以嚟咧，就經已聚集咗57家小貸公司，佔全市總數嘅76%。咁啊，眨下眼3年過去，呢啲咁嘅企業嘅生存狀況如何啊？咁啊，另外啦近1-2年出現咗唔少野雞嘅小貸公司，咁又應該由邊啲部門去查處同埋監管呢？咁嗱，今日咧廣東省人民政府嘅金融辦公室就上線我哋電台嘅民聲熱線節目，咁啊對上述嘅問題進行咗逐一嘅回應，關注啊！記者喺廣州民間金融街了解到，大部分小貸公司都集中喺廣州民間金融大廈同華夏商業中心內，但寫字樓內近半鋪面空置，其餘嘅公司絕大部分只有前台接待人員，業務員同埋負責人都唔喺呢一度辦公。據業內人士透露，好多小貸公司當初進駐金融街，其實只係為咗掛牌佔位。就是說你一定要在金融街駐紮才能給你那個牌照，那個牌照是就能在整個廣州市裡面做業務，這樣就導致呢，其實有些公司呢，它是就是說除了這邊還有另外一個辦公點，就這邊只是作為一個註冊地址。省政府金融辦嘅負責人回應稱，貸款公司業務前後端唔喺同一個地址，呢係國際上嘅普遍現象。未來民間金融街嘅政策仲會作出適度調整。另據記者調查，目前市面上隨處可見各類小貸公司，聲稱可以幫助企業或者係個人解決燃眉之急。但呢一啲小貸公司實際登記註冊嘅主營業務係投資諮詢，唔單止涉嫌超範圍經營，放貸利率仲超過基準利率嘅4倍以上。咁你如果100萬咪3萬，即係我依家係講係最低嗰個俾你，冇穩定工作唔入押嘅話，咁咪都會高多1-2分。你講嘅係月息，係。針對野雞小貸公司嘅亂象，省金融辦方面表示，需要依靠公安力量去執法。我們是有執法權的。你說省金融辦能不能拿着刀去殺這些機構呢？也不行法無授權，不可為。近日有群眾舉報稱，省政府金融辦政務微信嘅專題欄目頁面下方標註咗一行省政府金融辦授權 XS Money 製作嘅字樣，而呢一個 XS Money 係一家互聯網金融公司，官網嘅做法涉嫌違規。劉文通則回應稱係工作疏忽，可能是他的技術人員呢，在做這一套這個軟件的時候呢，他有一定的格式，他自己也疏忽了。我們發現這個問題之後呢，也這個改正了改正了。謝謝你的關心。金融辦的工作人員強調了，這是我們的合作伙伴，而且是經過認證的。這個怎麼解釋？應該說那個企業是沒有經過認證的合作伙伴，我金融辦沒有這樣的合作伙伴。廣東台記者張浩報道。